被原子呼唤而众等速东奔，莫要点如是。天一邪教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引心玄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清烧清即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及时把握经显效圣法前，不为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彩凤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移，将其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具凡一切活动皆随之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一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一，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含桃之亦称仙桃，含桃石洲即东海有山名度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寒木。武帝内传1月日，西王母将以仙桃寺与帝使得收其禾，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夏帝国，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理，先是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妖为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会生卯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只是三佛收元一佛只是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育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
甲三春佛378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纪外陵800年陈会西北方空古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第10800年地元智慧会景智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升为天坛布置星斗浊气降名为地湖海山川清星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